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的声音是毋是无去啊？真嗨，敢若有淡薄仔过音，我的系统是全过样去。好，我的。过样去，所以安尼有声音啊吧？你比较可能叫我试着什么汇款，还是我的系统无稳，还是安怎？因为咱来读300载期，要读38啊，所以需要着拢听。好，我先吼打一寡连结去。啊，我要唱的啦，因为我有伫迄个啥，安怎毋知影。怀地，毋知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无？看卖一个38页。迄个文章我要去倒位找？后来我打迄个连结，因为迄个啥，台湾图书馆伊有甲所有的文章拢放伫咧网络顶悬，所以我进打迄个连结，或者是迄个啥，3年敢若有伫迄个群组内底有打几页迄种的，所以我来切看下。连结我甲它放一下，因为台文通讯网报吼因为迄个啥，我就咧想讲，我敢搁要打什么连结？人家开时间伫迄顶悬，敢若无啥物实体的效果啊？是安怎？我毋知影。伊敢若搁改版的款，所以变成讲，是毋是我的页面啊转有淡薄仔无共去咧？好啦，快点，迄个台文通讯网报，因为9点的时阵，咱就来读即个38页，然后若准讲是看到分享的画面，当然因为我嘛毋知伊变成讲你开2个页面，毋知呢，罔参考。好，快点我就讲，都喊内拄好，时间内拄好。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，社会来遮读寡册。9点进前随我意，我来打即个要读完啊！即个叫做《开花结子》，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即个李江局基金会因原来嘛有固定伫咧开读册会，因是拢固定每一个礼拜一暗时7点的款，7点或7点半我袂记得。即马是伫咧迄个柯文哲老师因兜咧读的对吧？因嘛敢若有伫咧读即个《开花结子》安尼，所以《开花结子》要读完啊，我就讲，即个小说卖书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傅的客兄，所以最近想过一个小说嘛，敢若由万来副校长翻译的啦，师傅的客兄就是苏东时出版的时嘛是从迄个时代我会记得1930年代的款吧，伫英国出的即个小说，苏东时嘛伫英国加一阵的雷亚风咧，安尼大家匹配着安尼，所以有兴趣，我打迄个连结应该有吧？迄个师傅的客兄，迄是由万来副校长改翻去做台文的。好，继续读即个《开花结子》，已经剩几页啊？了吧？600，上尾是645进637啊。好，后手的时间我罔读过，我看卖一篇，毋知呢。好来读过，了袂到
骹前就无骹后久，住伫大理市甲丰原离缘7档的民主，跳工无事无辈，说来台中讲要找因六姊啊地主。论真讲，伊是要来网络看啥物通抢转去无？坐伫碰椅顶，地主甲昨答案为美国炸来的一骨力摕出来请人客。伊这敢若是一骨力，伊敢若是迄个香港的讲法啦，吼。民主目色正来，随问讲：阿姊，恁若有即款一骨力嘞？煞毋知恁小弟答案。昨对美国炸来，好食无？袂歹食。民主哪步哪个问，伊敢摕到美国籍啊？2年前甲一个美国人结婚就摕到啊，嘛生2个查某囡仔。因某同齐来无？有啊，大大颗刘仔肉饼面，2个人敢若真恩爱的款，是毋是要甲阿秀、阿文带转去？嘿啊，地主芳喉啊，啉一喙水，才佫讲，当规家团圆啊，好主嘛佫嫁人，天公伯啊真贤创治人，甲因2个母甲大康大利老伙老弟，才稳稳啊掂落来，正经有够拖磨。雄雄民主阁问，因敢是住加州？嘿啊，民主想真久，才阁煞话。我有想讲，若叫维兴去加州申请遐在地大学读硕士，会使就近带因兜，应该真利便。毋知伊肯无？地主听煞，目头即时夹活来，哪部？一骨力，哪回讲？我看这伊毋肯，嘛袂瘾插潲你。民主听一个煞硬气，顺续问讲：这个是安怎讲的？以早阿母袂落去家己买厝的进前，还住伫建国北路遐。你甲答案是冤仇人，你敢袂记得啦？哪有啥物冤仇啦？着爱我讲无，做你讲。迄有人真正做歹代志，完全无咧插潲别人，当无去就对啊。有一天，住3楼的答案，早果子啊要来甲老母生奶讲2句话，过一困仔滚，看时钟就12点啊。阿母顺喙就险答案入去灶骹食中昼，食饱才转去上班。即个代志敢有通冤家咧？论真讲，答案小可淡，我去底饭尔，就还袂动着碗箸，耳孔就听着你牙前时，为灶骹行出来饭厅，哪靠腰，哪靠洗一寡真歹入耳的话，答案半声半，随挖出来客厅，甲母讲伊食饱要走啊。民主了啊硬，随接袂过问，我敢有哭洗啥？敢若这毋是大饭店呢，会当互你话食就食，即句尔。答案点就走。我敢有讲即个话？准讲有，伊嘛是真贤扣分。你家己伤夹喙，乌白糟蹋人毋讲，煞怪别人贤扣分，安尼是夹喙啦。你实在骂鸡屎毋知臭，着爱我疼爸来讲。着我疼爸来讲无？好，做你讲，要讲啥？后摆才来听。当然，这较想啊，这是人性啊。就讲有个人真正，因为什么原因，这毋是咱这种外人有才了知捌的，啊，总是那纯粹家写做小说，这嘛是一种表现法啦呢。好啦，时间到，咱来读咱的台湾同学网报。要读38页，即大家区威兴，敢若是我印象中是2024年、2025年，迄2年啊，摕到博士学位的款，也是我袂记啦。因为迄个时阵，敢若有受啥的邀请去创意园区分享的款啊，敢若是讲到我袂记是女性写作，也是较近现代的写作，我袂记啦。因为伊有提起到
较近现代，可比讲我也会记得是，可比讲王兆华老师，敢若嘛有讲到清文，迄个杀肉的滋味，或者是陈鸿辉，我袂记得。伊提起的，敢若佫有提起着迄个显啊妈妈，迄个台湾人台湾事，然后伊敢有提起一个，真应该是伫高雄，可能是1994年出世的吧，就是高家辉老师，伊嘛有算讲真努力、真拼势伫咧写作就对。所以曲伟兴，我毋知伊研究的主题是啥啦，总是就是捌听过伊伫咧分享。苏东时即个311期这篇文章，对我来讲，有当阵敢若目睭溜过，我无一定有逐篇拢去甲读过，因为我感觉即种杂志对我来讲会差一块。要毋过若阵讲读出声音，就敢若现主持人咧读，迄个气味，还是迄个啥，感觉就较无相款啦。因为毕竟台语是一个语言，伊就是声音的语言，伊含咧中文，我感觉是不哩也无相款。就敢若即两天我伫咧面册看到有人咧分享，教语书论坛，敢若是透过国艺会，迄个人写啥物文章，我袂记得。我今仔敢若是有搭伫迄个群组内底，只是因为有当阵伊咧讲的迄个意思是啥，我会感觉啦。伊使用中文，就开始对台语讲东讲西，讲教语书论坛是有一个阅读的互定，你若无到迄个能力，你是无材料读的。当然，我就讲嘛，读册捌字本正就是爱靠咱家己啊，所以你若无够认真，无够拍拼，你无材料读的。所以伊伫咧讲，咱为啥要需要去读一本有阅读互定的册，还是小说，袂输敢你家己找麻烦的。伊意思敢是安尼，毋过我就讲凡世人，真敢若徛即个日后，还是顶个日开始，我袂记得。就是阿关兄伫咧厝领读教育师论坛，伊敢若有电子册款，有电子册。所以我感觉我咧听伊咧读是感觉 OK 啊，就是一个。你看架空小说，敢是安尼讲，伊迄个背景的地形，敢若是咧讲台湾，毋过当然有一寡地号名，可能是台湾的古早地号名是安那不管了，就讲这物件就是爱靠咱去捌有够侪，你才有材料读的嘛。好，咱来读曲伟兴的即个文章，所以我可能先读两段，然后 sure 看你要读偌济，然后有啦。可能你若随时有想要甲大家分享啥的，安心自在，做自在。大家朋友若有兴趣啦，欢迎起来做伙读念啦。当然，你若伫你遐，你看到文章，你听个看文章、看文本，听阮所读念的。当然有可能有诶，甲你腔口无相款的，你就照你家己腔口。是真欢迎你起来做伙分享交流读啦，毋免真后才开始，爱先开始才会变到。好，来311期的即个。38啊，曲伟兴所写的蒋介石，听到电铃的声，蒋介石，我听袂听到，因为当时较少，当会南参去读的嘛，我无了袂，因为伊本人的名无人家读到台语的嘛，除非要考试，考不管。听到电铃的声，蒋介石倒手甲字写甲满满的纸条戳做规圆，添点涂骹。伊小等要去甲大家讲话。随望要讲啥物，心肝内早就有主意。毋过，迄话句一定爱讲甲足水，即马犹无够。思虑、韵律、节奏，几若百张纸条伊都写过，阁拢拍册，无满意。打骹步，喙焦，即马，要不然喙焦好，无满意。打骹步，喙焦，即马剩10分钟。半点钟前，电铃就开始响。即摆是第10摆，对方驶车要来甲刀打大力弄门无开门，无紧出发，恐惊会袂赴。3年你念你才对咧有脑边读，好来，小龙你。
下晡3:40眼前，一条咁歪写汉字安尼。眼前要20分，人已经食叉，就是十统统的，伊就三塔字，叉。蒋介是一个出现，现场鼓仔声，那迎神庙会，那迎神庙会连珠炮响袂停。这是一间册店，伊今仔日来是要演，是要讲演，是要讲演，佮为着伊的读者伫册顶签名。蒋介是一个小说家，个我是读家啦，小说家。开当前，伊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都轰动全台湾。小说写了好，各方提伊改编拍电影，刷来几冬，敢若伫报纸看到伊有写一寡南山的地片。今年是伊第二本小说出版，果然无互大家失望，受欢迎的程度比顶一本重倍搁重倍。顶杯，这是顶杯。啊，顶悬迄个是听都，因为你读神是去互华语的城可能砍去。你搁读一个神受欢迎的听都听 THING 听都，听都。比顶一本顶杯搁顶杯，就是 double 搁 double 嘛。顶杯。听都是 THING， 吼，听都是 THING， 啊，顶杯是 TING。我的小说你挂是啥物？伊讲用生命去栽，用火去压 AK， 这是 AK 压。去压，用火去压。安尼大张起来。安尼大张起来的小说，自然会暗，伊是暗，伊用暗啦，伊的音歌就是暗啦。咱讲迄个啥暗嘛，啊，伊讲就是暗，就是讲，可能伊的音，伊的腔是暗的款嘛，就大张起来，就往拍，发甲足大，发甲足大无，啊，就发甲足快，迄种安尼嘛。啊，伊可能伊要用伊的腔的款，伊就用暗安尼 AM 嘛，暗。自然的暗，小说的暗，交集对来晓，交集就来晓，交集 TS 来晓，人读着都感觉有澎湃，甲伟大的生活在行。我写的小说就是安尼。好，感谢啊！叫恁嘛来啊！叫恁念伊才对咧3年后壁读，因为这边可能不哩啊，等下使慢慢来读。来，阮老李感谢。蒋介石的头毛永远拢是3分头。伊讲安尼上好整理，只要出门，不管是买早顿，还是拼粪扫，伊拢一定穿插必早。伊讲体面是做人上基本的款式，爱先知影做人，才会晓做一个小说家。顶个月，记者甲伊访谈，内容发表伫杂志顶。伊即马若感觉记者写的
袂输是别人。相片翕了袂歹，是讲迄张相，伊金相15分钟久，煞感觉迄个气质无像伊家己颠倒成一个小说家，也是一个阿兵哥，或者是猫咪动物。今仔日讲演了后，读者的热情，互伊感觉真忝，尤其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少年天真美丽，佮表现出对伊的意爱，互伊心头顶有兴奋甲冷静的两款思量在冤家。最后，理智大胜利。伊决定为即个查某囡仔驶马车写一篇小说。好，感谢啊。来，3年华丽。有未来的2礼拜，逐暝伊就安尼到甲小说完成，伊才通好好啊休一醒，困一醒。遐尼水、遐尼温顺的查某囡仔，我竟然伫小说内底用遐尼酷怀的手段甲伊杀死。伊坐伫册桌顶前，册桌前，目屎哪流哪压杂，便想着小说呢女主角的形影，喙角搁会翘一下，担着珠泪咸咸，才知家己还底流目屎。伊就安尼有体无魂过一礼拜，终结尾，伊决定去甲警察自首，讲伊最近杀死人，虽然无尸体，毋过我确实甲伊杀死啦。值班的警察一个就甲认出来，你敢毋是迄个大作家蒋介石？警察听伊讲自首的理由讲了，笑甲挡袂牢。我要自首，你毋免自首，毋免做啥物笔录，紧转去吼。我要自首，花半杯仔警察去信地甲互出去。蒋介石真伤心，感觉家己互世界放散。到这。好，感谢玉林华丽。暗时的电视新闻竟然把作家自首的消息当作笑亏在放啥？这个警察真夭寿，随去甲记者讲，实在侥幸啊！蒋介石满腹愤火，无地头，向公就撒一张纸来，开始写，直写，甲迄间警察局，甲头洗替伊的警察拢写出来，互警察局火烧厝，大力甲因写入去，用笔甲因烧死。无到半冬，蒋介石甲这2篇大哀伤、大愤慨的作品合做伙，要出版第3本的小说啦。新小说同款轰动全台湾，网络、电视、杂志拢在报。文坛奇才蒋介石，人学了角字。何况经无到1个月，检察官带规定警察来抓蒋介石，讲伊的小说内容甲过去半冬的2件刑事案件同款，要你以是嫌犯。小说咱会使诚做证据抓人，无
你看这是啥？检察官摕出相片互看，蒋介石带一条，伊看到迄个姑娘凄惨死的模样，看到迄警察家烧甲春花咯，你是毋是甲安怎计划？安怎杀挂迄个姑娘？安怎放火烧厝的细节拢写入去小说？人是你杀的，火是你放的，对无？检察官真生气，甲即份蒋介石就安尼互掠去。好啊，好，感谢。我毋知什么人袂读？艾丽卡也袂读，对，我先读过。艾丽卡，你若对着，你才对咧读40页。好，谢谢。你有对着无？还是你要先读？我见你先读。好，那我读过。蒋介石就安尼互掠去啦吼。到甲开庭的迄天，法院的人是吵，大家哗滚。袂输蒋介石较早讲演的时迄样，入来到法庭，入座甲甜，人坐甲甜，大家拢穿好笔甲纸，要来记录因等一个所听到的一切。蒋介石一个出现，现场煞连饲母饲厝的声嘛点去。法官起头问的淡薄仔无聊，犯罪部分，蒋介石虽是无闪避，嘛拢无承认。法官讲，检察官伫你大个所在抄到几100张批，逐张拢写互无共人，内容拢是旧册。你敢会用你解说一下？这个批是安怎？我搁读一段电话。俊弟嘛来啊？好啊。安尼，迄个。蒋介石摇头起来。这个批是我大学的时阵写的，因拢是迄阵欺负我的人，毋来甲我支持，阁会甲我的物件摕去藏，笑我无切啊，讲我考试作弊，互我无朋友。我还未讲完。蒋介石毋照法官的意思继续讲，一定是插啊，伊两个 H 插。蒋介石毋插法官的意思继续讲，我因为安尼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甲我讲，我毋通阁想要自杀，嘛毋通想要杀人，不如摕一张纸，甲对因的份拢写作批信。搁甲烧去送，安尼犯事就会使得到讨白。我照医生的吩咐去做，果然有效。我甲因拢烧去送，剩的批后来才做我小说的养分。换别人。好，感谢啊。准有对无？40页上尾啊，迄几段啊，迄几段啊。正手柄，40页正手柄。检察官遐。嘿。倒数第4项。有无？有对无？我小等咧。好，安尼。好，来，安尼我读。检察官听到正准者伊啊，险变过。你甲批留落来，遐个人拢互你小死。嘿啊，安怎？敢有毋对？到正规间法庭的人，暴民掠狂，杀人魔，心理变态。蒋介石。为什么要叫做蒋介石？无，我要读迄种的啊。蒋介石互人压转去拘留进前，生一连甲全部的人上，我会甲恁拢写入去我的小说内底。伊也无人读伊的台语名啊，所以你要读少，你要读实地在理啊。我是讲，这篇是咧骂蒋介石哦。我毋知，伊就要用少伊的名啊。伊的名毋是啥物了不起的物件啊！你个写，你个来写一寡臭头啊，啥物碗糕的。蒋介石即个名，敢是啥物禁忌，还是禁止使用的？应该毋是吧？敢若有孙中山即个名袂使黑白用尔，因为孙中山即个名是有写入去中华民国刑法嘛第几条内底啊？
这个名孙中山这个名袂使直接考试，是安怎考的哦？当然，即马你若直接去考试，敢袂使主张是言论自由？我袂记一啦。嘿，毋知咱台顶嘅朋友睇完即个蒋介石这篇小说，片名做蒋介石，即个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拿出，有无？有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中华民国宪法第160条明文规定，意图侮辱创立中华民国的孙胜氏孙中山，然后公然损坏、毒气，或者是侮辱其威信者，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者是9000元以下的罚金嘛。规个中华民国就是这条，中华民国宪法160条，意图，而且佫公然哦，所以可能有。这应该算啥？结果犯的款吧？还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公然损害。啊，真有人破产，还是啥物货？可要讲诶，去甲草头仔破红惨嘛？迄个时阵，法官敢若是用啥物法条去甲伊办？我袂记得。所以坦白讲，中华民国是一个。我的是毁损。去受毁损了，因为毁损罪，因为有当初就是讲，迄个毁损这个概念，有诶就是主张讲，啊，就洗好清气就好啊，哪有啥物毁损的问题？伊也无互迄个物件会功能丧失啦，伊只不过是去用垃圾尔尔，吼，伊讲啥？公然损害、毒气嘛，吼，或者。侮辱其威信者，啊，啥物做侮辱？画一支中指互伊看，还是家目睭乌掉，还是安怎啊？啊，当然，足久，这条我袂记诶，有去法官提出来用过无？我袂记得。2014年有迫害孙中山党上诶事件啦，啊，这条。毋知影咧，因迄个时阵敢是蔡丁贵去甲种诶吧？有诶，敢若有一个是甲迄头斩落来款的是安怎吧？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也有袂少人有迄种维权上顶诶心理准备吼，就是甲一寡物件当做绝对诶维权，拢袂使去甲卡掉安尼，一支骹毛拢袂使甲伊挖掉安尼，这是莫名其妙诶动作啊！啊，毋过。这嘛是我感觉咱需要去进一步理解，进一步去啥思考，甚至去考考的。台湾人、中国人号名了共名共姓的，应该有可能会袂少。也毋过第一因了后，敢有人会去改号甲共名共姓？共名共姓我捌看过啦，就是猫咪介招嘛。这个名我捌看过啦，啊，我毋捌看过，即颗蒋介石以后有人号改共款号做蒋介石，我敢毋捌看过啊。啊，中山即个名，我嘛无看过，但我无2342万人的名声拢甲看过，我是无啦。总是有当阵啊，机缘巧合时阵会拄着一寡人的名嘛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我敢若捌看过介绍即个名，我毋捌看过共名共姓。